妹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主日，因为伊是咱农历过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对无？啊，今仔日我请问大家，今仔是几月几号？对啦，今仔几月几号？2月22，对无？啊，我照看有咱迄个基本敢比2月22，对无？啊，我请问你，即个咱来比21，咱个比啥物手势？咱来比安尼耶，对无？翕相的时阵，咱来比耶，对无？啊，请问你比耶，你是足欢喜的？ 是安那，就是足艰苦的时阵，足欢喜的时阵对无？啊，搁有我咱咱胜利的时阵，咱嘛比耶，所以嘛，咱今仔日的电话娱乐拢是耶耶耶，好不？来，做伙来耶耶耶，预备来耶耶耶，来大家来吟诗娱乐上帝。咱就来吟诗娱乐上帝，吟唱无声，吟了无尽，吟唱咱的路，一切是咱的罪。 设计生前咱来做，咱要来学落伊，来伊就给先设计修饰好啦，咱连每一日拢会当，逐日拢来笑，咱三个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因为主耶稣真好，就来吟诗学乐上帝，你做我们的天了无尽，你做咱的路，你吹咱的嘴，咱就来学你。 最近呢，伫2月17的时阵，因开始21个埃及的基督徒，这21个埃及的基督徒，伊是安怎互抓着？因为这21个，因是到伊离开因的故乡，到伊利比亚这个所在，因伫遐做工课，因为因希望伫这个中间，伫利比亚工作的中间，伊会当赚更较侪钱，转去因的厝内底。嘛有个人是希望讲，我会当赚较侪钱。 登去我故乡后，我当娶某生囝，而且21个受害者中间，上年纪上大才40岁，年纪上轻的才21岁。
就是咱知影，伫2月17，这天主教的教宗哦，伊发表伊的谈话时阵，伊就讲，这21个基督徒，伊是为着要追求耶稣的真道来训教训难，所以其实伊就讲着，伫这21个受害者的中间，因性命上尾一个时刻，因的心内咧讲的是啥物话？因心内讲的是耶稣帮助我，耶稣救我。伫咱的信仰中间，虽然咱有生活中间咱会拄着侪困苦甲艰难，总是上帝甲伊的独生的圣囝，伊要用伊的疼帮助咱超越这一切风波甲大海。只是邀请大家咱大家用这首圣诗，第246首《上帝疼痛赢过一切》。所以伊身体状况就是安尼起落。最近牧师也阁主力了，大家有这个机会去伊厝诶，甲伊探访诶时阵，认为伫去伊厝内底时阵，阮诶心内足感动诶，为虾米？因为伊诶面色来看，你完全看袂出伊是一个已经接受化疗1年外诶一个病人。伊诶生命中间，伊显出着足好诶笑容，伊会甲伊讲分享着伫即段时间。
信用对着伊的网站。我感觉伊讲到一句话，真感动我，伊讲，我毋知影我过来我过偌久的生命，总是我甲我一切拢甲我写，包括我所信用的救主，因为我知伊要掌管我的生命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无一定是咱看到，才叫做信心。咱看到无一定是真的，总是信心就算咱袂歹看，只要你听去，你就要相信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有这个信心无？愿主伫咱新的一年每一天，无论伫什么状况，伫咱伫什么地方，伊拢用伊的听，用伊的手来看咱，来看到了。咱大家来唱一首《望主听咱的手》。